有冇家長試過陪小朋友食飯，好似慢到陪住一隻樹懶咁？一啖飯放咗入口，唔吞唔咬，擔天望地，喐手喐腳，仲想落地跑，成碗飯由熱食到凍都未食完。有啲家長仲笑住咁講，陪住小朋友食飯，瞓醒一覺都未搞掂。咁究竟我哋應該點樣去處理呢啲問題呢？其實唔係個個小朋友食飯都咁差嘅，有部分小朋友食飯慢，可能係因為佢哋未揾到自己嘅節奏，又或者我哋有時做大人嘅多講咗一句唔啱聽嘅說話，會搞到佢哋冇晒心機。你有冇試過喺好急躁嘅情況下講，你再唔食我就收起晒你啲嘢去呢？聽落去好似好合理嘅提醒，但係喺細路仔嚟講，呢句說話係一種威脅。你咁講，可能佢心裏面就諗，咁啊好啦，反正我就唔想食，咁你就即刻同我收晒啲嘢去啦。所以呢句說話根本就起唔到要讓小朋友食嘅作用嘅。不如下次試下咁講啊，就嚟夠鐘啦。如果你今日唔係太肚餓，我可以幫你將啲嘢收翻埋。不過我要提醒你，下餐飯呢，可能要等到聽朝早先有得食。你依家會唔會想食多兩啖先？嗱，呢一種嘅語氣唔單止能夠減少小朋友嘅反感，仲俾到佢哋尊重同埋選擇權，幫佢哋慢慢建立翻時間觀念。仲有一句，你可唔可以專心啲食飯啊？對住幾歲嘅小朋友嚟講，可能太抽象啦，佢哋未必能夠明白你究竟想佢點做。又或者話你再唔食就冇雪糕食，聽落好實際，其實一樣都係威脅。長遠落去，佢哋會覺得食飯只係為咗換雪糕，唔係因為肚餓。甚至有啲小朋友會諗，冇雪糕食咪算咯，變相令到家長誤會咗，咁多方法都冇效，自己個仔係咪真係咁難教呢？其實只不過可能係方法未啱。仲有一句好 hurt 小朋友嘅，就係點解次次你都係包尾？嗱，呢一句說話聽落就已經係一個標籤，最尾次次我都係俾爸爸媽媽咁講，不如我就次次都做最尾啦。咁究竟小朋友食得慢背後有啲咩原因嘅呢？如果覺得呢篇文章對大家有幫助，記得按讚支持一下，分享俾你身邊需要嘅朋友，同埋訂閱我嘅頻道，咁樣就唔會錯過其他實用同埋教養嘅資訊。透過分享知識，希望可以幫助到更加多嘅家庭，讓孩子能夠平安快樂咁成長。多謝晒。第一就係悶咯，日日食來食去都係食粥仔、半固體食物，或者係爸爸媽媽煮嘅飯、煮嘅餸料冇新意、冇驚喜、冇參與度、冇動力。不如下次試下邀請你嘅小朋友一齊去做啊！就算2歲嘅小朋友都可以幫你撕下菜、整爛啲豆腐，參與咗喺食飯嘅時候就會多啲話題、多啲樂趣。第二，坐唔定。細個嘅小朋友專注力本身就短，你要佢坐喺度半個鐘頭，其實係好困難嘅。唔好再用高凳去困住佢哋，因為咁樣只會令佢更加想落地。不如試下用計時器做節奏，例如10分鐘食一小份，之後可以俾佢起身鬆一鬆，再坐低繼續。時間拉長，慢慢可以訓練翻佢嗰個食飯嘅時間。第三，偏食。你話佢唔肯食紅蘿蔔，話佢唔肯食蔥，你逼佢食落肚都冇用，反而佢會越嚟越反感。作為家長嘅應該換個角度，菜唔食可以試下瓜類、豆類，同樣都係蔬菜類，一樣係有足夠嘅營養，容易入口，小朋友易接受。第四，咀嚼肌唔夠力，有啲小朋友咬唔喐嚿肉就含住唔吞，成日切到碎晒，口腔肌咧就冇機會訓練，所以變相就更加令佢哋食飯食得慢。可以試下用肉絲、肉丸呢啲易咬啲嘅食物，等佢慢慢去練習翻佢嘅肌肉。最後一個原因就係冇時序感，平時亂咁食零食，
食飯嘅時間又唔定，身體自然就會唔肚餓。建議家長做一張簡單嘅作息表，3餐定時，中間少啲點心，少啲零食。身體習慣咗有肚餓感，食飯就自然會快啲。講到底，小朋友食飯慢唔係問題，只係一個提醒家長嘅信號，提醒我哋用觀察去了解佢背後發生緊咩事。你轉咗語氣，換咗方法，改咗節奏，氣氛唔同咗，小朋友自然就會由慢慢食飯變到越食越開心，越食越鍾意，更加會令到家庭嘅關係更好。大家可以試諗下，食飯嘅畫面一定會更加融洽。